好多老友到60、70歲，日日睇醫生都查唔出大問題，成日覺得屋企凍凍地，坐耐就頭重腳輕。其實唔係身體虛，係你間屋陰氣積到實實在在壓住陽氣。今日陳伯講嘅呢套用光線、綠植、暖光燈補陽氣嘅方法，調理3個月就能明顯少病痛，精神翻晒。千祈唔好輕視屋宅陰氣對長者身體嘅傷害。我做風水幾十年，遇過太多長者，明明本身冇嚴重隱疾，就係住陰氣重嘅屋，常年失眠、風濕反覆、心情鬱結，連仔女外出做事都是常遇小人破財。今日毫無保留將變形陰氣驅陰補陽全套真經講晒俾大家聽。先同大家講一個前2年親自上門調理嘅真實故事。有位67歲嘅吳伯同老伴住海外低層公寓大廈前方，俾另一棟高樓完全遮擋陽光，客廳窗細又長簾，掛口黑遮光簾，屋入面大半角落永遠陰暗。吳伯退休之後短短1年時間，原本硬朗個身體急轉直下，每日起身周身攰，腰關節日日酸痛，夜晚躺床幾個鐘都瞓唔着，成日心煩，容易同老伴爭執。遠在外國狀元個仔，亦都生意接單斷斷續續，存唔到積蓄。兩公婆以為係年紀大正常退化，食晒好多調理藥材都毫無改善。後來透過熟人介紹，揾我上門看風水。一入門我即刻感受到全屋濃重陰毒之氣，牆角長霉空氣，長年唔流通，客廳擠塞，全部用冷白光燈，屋內擺滿枝葉，濃密又帶尖刺嘅大型盆栽，仲有2間細房長年新門唔開，空間積滿靜陰之氣。吳伯本身花甲之年氣場已經唔及年輕人，長期浸喺重陰氣場入面，陽氣日日被消耗，自然體弱多病，精神萎靡，仔女遠走他鄉根，機家宅陰氣重，亦都牽連佢哋自意財運阻滯。當時我直接同吳伯講，唔使拆牆裝修，淨係調醒光線，替換合適綠植，加裝暖光燈，3樣動作，堅持2個月就能見改善。我分開3步教佢執行。第一，每日早上7點到11點，陽氣最旺嘅時間，全拉開薄紗窗簾，打開全屋門窗，通風半個鐘，將原本冷白光燈泡全部換成3000K 暖黃光源。客廳、走廊、防陰暗角落擺張迷細台燈。第二，清理晒屋入面尖刺、枯黃之疾過密個植物，替換成苦米蘭、金桔、富貴竹呢類常青圓潤旺陽綠植，分擺窗邊採陽位置。第三，閒置細房，每日開門半個鐘，暖光燈，每日點2個鐘，驅散囤積陰氣。吳伯同老伴聽足建議，每日照做，短短40日已經感受到分別，屋企唔再時刻陰凍，吳伯睡眠明顯變好，起身唔再周身酸軟，半年之後關節酸痛大幅減少，成個人開朗精神好多。遠地個仔生意客源穩定，每個月都有穩定積蓄。兩公婆專程打電話多謝我，話先至明白，原來屋企陰氣重會拖累老人健康同後代運勢。好多老友同當初吳伯一樣，完全唔識分辨屋宅陰氣過重嘅信號。今日陳伯逐點講清楚8大直觀表徵，大家返屋企即刻對治自查。第一個特徵就係屋入面常年比室外凍，就算開暖氣都坐耐就發涼，牆身櫃底容易發霉，有水漬，陰濕就係陰氣凝結最直觀嘅表現。第二，屋入面人長期精神差，每日瞓足8個鐘起身依然疲累，容易頭暈胸悶，情緒低落，無緣無故發脾氣。長者更加會反覆出現風濕、氣管嘅不適、睡眠淺多懵。第三，屋入面養嘅植物極易枯黃落木，就算定時澆水施肥都難養活。寵物會避開某個固定角落，唔願意靠近，有時仲會對住空牆亂叫。植物同動物感知氣場比人靈敏，陰氣重嘅空間完全留唔住生機。第四，家裏人運勢連串受阻，仔女打工升職無望，仲要容易拉損。
家中電器家居無緣無故壞，小意外不斷存唔住錢，陰氣主制流耗散，會慢慢抽走全屋財氣貴氣。第五，閒置房間，樓下底層暗廳，無窗廁所旁邊房間，一入去就有壓抑感，心口發悶，唔願意久留。呢啲位置最容易囤積靜陰翳氣。第六，屋入面長年拉口遮光簾窗細小採光，全屋多用深灰、墨綠、黑色、深色家居牆紙，深色吸陽氣，加重陰毒。第七，屋大人少，長期得一兩位長者居住，缺少人聲歡笑帶動陽氣流轉，空間過大而人氣不足，陰氣自然慢慢堆積。第八，門口窗前總過於濃密高大樹木遮擋陽光入屋，樹陰之氣順住門窗就入家中。好多老友踩中其中幾樣，仲唔知問題所在，仲以為係自己身體老化或者運氣差，實則係居住空間氣場失衡。風水古話講陽主生，陰主制，人體同屋宅氣場互通。60歲以上長者自身陽氣隨年歲減弱，對陰毒氣場底下力遠不及年輕人。長期居住陰氣重屋，體內陽氣持續消耗，五臟六腑失調，各種慢性病反覆發作，精神長期低迷。而家中根基陰氣不足，亦都會牽連在外打拼嘅仔女，做事多阻礙，容易遇小人才來財流唔低。所以調理屋宅陰氣，補足全屋陽氣，不單單係顧好自己晚年身體，亦都係替仔女穩住事業財運根基。接下來陳伯逐樣拆解三大核心調理方法，全部平民價錢，操作簡單，長者自己都能夠輕鬆執行。第一樣就係利用自然光採陽驅陰，陽光係天地間最純淨嘅天然陽氣源頭，化解陰氣根本離唔開充足自然光。好多老友怕曬怕架驅發黃，成日拉實窗簾，等同將陽氣完全拒諸門外，每日積累陰毒。正確做法分幾個重點。第一，固定採陽時段，每日早上7點至11點，太陽東升，陽氣最純淨無雜質，呢段時間一定要全拉開窗簾，駁扇可以保留個漏強光口，遮光布一定要完全收埋，全屋門同步打開，形成空氣對流，將夜晚囤積嘅陰毒翳氣順住風流帶走。每次通風採陽最少半個鐘。低層前方有高樓遮擋採光嘅單位，上半日有少少陽光就要抓緊時間開窗，千祈唔好浪費天然陽氣。第二，優化屋內反光，放大陽氣。客廳對窗牆新掛細幅圓鏡，唔好對床，唔好對大門。鏡子可以反射陽光入屋內陰暗角落。牆身沙發床品盡量選米白、淺米淺、黃呢類淺暖色調，淺色反射陽氣，深色大量吸收陽光，加重陰氣。牆紙地的千祈唔好全屋用黑色深灰墨攬。第三，清理遮擋採陽障礙，窗前唔好擺高大櫃、濃密大型盆栽。門外庭院樹木過高過密，就要適度修剪枝近，唔好讓樹蔭完全遮擋窗戶陽光。好多人家窗前擺滿高大家私，就算有陽光都入唔到屋，白白浪費採陽機會。重點提醒禁忌：中午12點到下午2點陽光過於燥烈，長時間直曬容易擾亂宅氣。呢段時間可拉薄紗阻擋強光，唔好長時間全開窗暴曬。夜晚千祈唔好開窗通風，夜晚天地陰氣上升，開窗只會將戶外陰毒引入屋內，適得其反。第二樣核心方法，選對常青綠植，催生新陽之氣。植物屬木主生機，生機就係陽氣延伸。但好多老友亂買亂擺植物，反而加重屋內陰氣。關鍵在於品種選擇、擺放位置、日常打理三大細節。先講適合長者屋企旺陽驅陰嘅優選植物。第一，虎尾蘭向上生長形態，吸米浪，穩定氣場，內陰又好打理。陰暗走廊、無窗細房都擺得。第二，四季金桔樹，枝入常青果實金黃，金屬性保養，生氣充足，擺客廳東南財位採陽位，驅陰兼旺仔女財運。第三，富貴
圓圓枝幹無尖刺，五行坐陽。擺窗台飯桌側邊，柔和催生全屋生氣。第四米蘭九里香，開花帶溫和香氣，散開滯留陰氣，適合客廳靠窗位置種植。千萬要避開加重陰氣嘅植物。第一，所有帶尖刺品種，仙人掌、虎刺、玫瑰、表味尖刺產生尖煞，壓抑陽氣生長，仲容易招是非、病痛。第二支過於濃密常年落枯日嘅大型發葉樹，室內擺放會阻礙氣流，積聚陰濕焗氣。第三，枯黃腐爛無生氣嘅植物，一旦枝入發黃，一定要即刻修剪。完全枯萎就要馬上丟棄。流枯植物等同流陰氣源頭。第四，夜晚釋放大量二氧化碳嘅濃密大盆栽，千祈唔好擺西室，夜間加重房間陰毒，影響睡眠。跟住講綠植正確擺放規則，所有旺陽綠植優先擺窗邊，能夠接觸自然光嘅位置，吸收日光之後釋放生陽氣。陰暗無光角落只適合少量擺虎尾蘭，唔好大量堆積植物。每間房1至2盆足夠，過多植物室內濕度上升，滋生蝕滾，加重陰蛇毒。打理重點，每日輕擦2面灰塵，灰塵覆蓋窯片會阻礙植物生機。每周適量澆水，唔好花盆長期積水產生濕陰個氣反，拖累宅運。好多老友屋企植物擺錯品種，擺放室內深暗位置，養幾個月就枯黃，仲以為自己唔識打理，實則係植物同空間氣場相沖，反而越擺屋企陰氣越重。第三樣最易操作全天候保養嘅方法，暖黃光燈驅散角落積陰，自然光僅限日間，夜晚陰雨天冇陽光時，暖光燈就係人造陽氣，五行屬火，火克陰濕，完美化解屋內滯留陰氣。好多人家中全屋裝冷白光 LED 燈，冷白屬陰寒，長期點只會加重空間陰毒。長者睇嘢，狗亦都容易眼攰頭暈，更會壓抑全屋陽氣。先講燈泡選擇標準，一定要選3000K 至3500K， 暖黃光源色調似黃昏混和日光，千祈唔好選6000K 以上。冷白光、藍白光燈，大廳主燈、房間、床頭燈、走廊小台燈全部替換。陰暗冇窗細房樓底暗廳，建議多備2招小型落地暖光燈。跟住講擺放同點燈時段重點。第一，全屋陰暗死角必備長明，暖光燈櫃子後面、樓梯轉角、廁所門側、閒置房角落，呢啲位置最易囤積靜陰。每日傍晚到睡前維持點燈2至3個鐘。陰雨天連日無陽光就要全日開細燈保養。第二，長者朝室床頭一定要用暖光台燈，夜晚起身開燈唔會刺激眼，同時化解嗰隻皺室，夜間累積陰氣，改善失眠多夢。第三，客廳沙發側邊擺落地暖光燈，一家人坐喺客廳活動時開啟，人色搭配暖光，雙重帶動陽氣流轉，減少家人口舌爭執。重點講燈光禁忌。第一，唔好用單一超強白光射燈直照床位、沙發久坐位置，強冷光直衝人體，會損自身陽氣。第二，燈具千祈唔好長年積滿灰塵遮擋燈光陽氣，每半個月清潔燈罩燈泡。第三，夜晚唔好全屋熄晒所有燈，完全漆黑。陰氣最中意無光空間，最少留一霎細暖光長明燈驅陰。第四，燈光唔好對準鏡子直射，反光煞會擾亂屋內，平穩陽氣場。調理光線綠植暖光燈，三者一定要配合使用，單獨只做一樣效果有限。自然光負責白日大起冇採陽驅導，綠植負責持續輸出生機陽氣，暖光燈填補夜晚陰雨天冇日光個空缺，三者相位相成，先可以貼底平衡屋宅陰陽。我前年仲調理過一戶姓吳嘅長者夫婦，2公婆70幾歲，住舊式單邊單位，單邊屋只有一邊有窗，另一邊牆身緊貼隔離大廈，全年採光不足，屋入面全部冷白光燈，客廳擺2盆超大龍蜜，滴盆栽遮擋僅有陽光，屋內常年陰陰冷冷，唔百患氣管敏感成日咳，
唔捱醫風濕，每到轉天就痛到落唔到床。兩個仔一個做零售客源稀少，一個打工10年冇升職。我上門之後一次過同佢哋調整套方案，第一將全屋冷光燈全部換暖黃，3個陰暗細角落各加1支長明台燈，每日早8點拉開窗簾通風採陽1個鐘。第二移走2盆大型龍蜜佛葉樹，換3盆虎尾蘭擺窗台，客廳東南位擺1盆細金桔樹，修剪窗前阻擋陽光個雜物。第三，每日傍晚到10點開全屋暖光燈，閒置細房每日開門兼點燈2個鐘。堅持3個月之後，兩公婆身體變化極明顯，氣管敏感減少，關節酸痛發作次數大幅降低，夜晚一沾床就能安穩瞓到天光。兩個仔事業亦都逐步順利，大仔小店回頭客變多，利潤上升。細仔公司得到上司賞識，順利升職。屋企從前壓抑陰冷嘅感覺完全消失，入門就覺得溫潤舒暢。好多老友會問陳伯，調理好陽氣之後需要長期維持嗎？答案一定係要。屋宅陰陽平衡唔係一次性動作，係每日簡單習慣累積出嚟。每日堅持半個鐘採陽通風，定時打理綠植，陰暗位置記得開暖光燈，長期落去屋內陽氣持續充足。陰氣無從囤積，長者晚年少病痛，精神飽滿，家中和睦少爭執，仔女在外財運自要順風順水。仲有幾個大家容易忽略嘅互助細節，搭配3大方法一齊做，效果加倍。第一，定期斷捨離屋入面雜物，櫃底床底堆滿舊衫舊雜物會阻礙氣流，囤積陰毒。每個月清理1次閒置無用物品，保持空間通透。第二，屋內盡量多發出溫和人性，長者多同老伴傾偈，偶爾叫仔女返屋聚一聚，歡笑聲個震動能夠打晒流陰氣。屋大人少，更要多開音樂電視，輕聲帶動空間生氣。第三，每月初1、15全日開全屋暖光燈，配合拉開窗簾採陽，2個節氣陽氣最旺，深度淨化屋宅積。第1個月嘅陰惰氣。第四，室內保持乾爽，潮濕天開抽濕機，牆身發霉及時處理。濕氣就係陰氣嘅實體，濕氣散走，陰氣自然無處依附。最後，陳伯同各位花甲老友講句真心話，好多人年紀大只懂得顧身體食補調理，卻忽略每日居住屋宅嘅氣場，影響人一日大半時間留在家中，屋仔陰陽失衡。食再多補品都難以補足體內陽氣。光線、綠植、暖光燈3樣方法唔使花大價錢，操作簡單，人人做到，調理屋內充足陽氣。一方面自己少受病痛折磨，日日精神開朗，不用時常跑醫院捱藥；另一方面穩住家宅根基氣場，庇佑在外打拼嘅仔女遠離小人，財運穩定存得住積蓄。所謂居家風水從來唔係講虛無運招嘅嘢，只係順應天地陰陽規律，用簡單日常動作調醒身邊居住環境，陽氣充盈嘅屋，住嘅人自然身健運旺。從今日開始跟足陳伯講嘅方法執行，每日堅持採陽，打理合適綠植，陰暗位置開暖光燈，慢慢就會感受到屋內氣場變得溫潤順暢，自身病痛減少，精神快發，全家運勢越住越興旺。